好，来乡亲继续来看这个南投草屯的玉峰宫举办着音乐会，同时来举行着这个奖学金的关键的仪式，要交付着22万，和学校甲这个南投家扶中心，要互弱势的学生来过好年。草屯镇玉峰宫国家家族的2021秋夜星空音乐会，今年上尾市场留伫玉峰宫传送温暖的乐声。南华泼水节，它是一个傣族的一个演唱歌曲啊。今天女高音让我们表现这首非常抒情的音乐，我想大家心里面一定非常高兴。那最后一个将军令是说，能够把我们的士气啊，在疫情之后能够振奋起来。除了分享音乐，伫正式演出之前，玉峰宫资源会嘛捐22万的奖助金予学校，为教育尽一份心力。疫情的话，停了一阵子嘛，不能出来了，大家安全起见也不好出来。感觉很好，就是可以更多的表演机会，然后也让自己的情谊更加的好。这场真有特色的音乐会，吸引真侪乡亲去参加，嘛有人感受到玉峰宫各大家族提供各家的用心。